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ohnny。今集咧就講下香港銀行咧，其實個貸款有邊幾種咧？其實咧就真係五花八門。咁但係咧，我咧就用最簡單嘅方法咧，去話俾大家聽。其實你諗兩種就可以啦。一種就係一次過一嚿錢你，然之後就等額等息，咁每個月還幾多個月咁樣樣，咁就還晒佢就完㗎啦。咁呢一類型嘅貸款咧，係適合乜嘢咧？係適合啲買機，我哋呢啲叫長錢，即係一啲你借完翻嚟，你要投資落去某一個地方或者某一部機，咁啲錢唔會即刻翻嚟㗎嘛。咁所以咧就要做分期咁樣慢慢咁樣去褪翻，就唔好影響到成間公司個現金流。咁啊呢個咧就係第一樣嘢啦，就係分期貸款。第二樣嘢咧，你可以諗銀行咧有一個叫循環嘅額度。咁你當係一個信用卡，一張好大額嘅信用卡去諗得㗎啦。總言之，我今日攞完，我咧就夠期嘅時候，我就要還翻俾銀行。咁然之後咧個額度又大翻。呢個產品咧其實就短錢嚟，適合於啲咩咧？適合你係用嚟做貿易，即係你突然間有一嚿錢要買貨，然之後賣完俾個客戶之後咧收翻啲錢翻嚟，就即刻冚咗銀行條數去，咁就做到呢個借力打力呢個嘅效果。利用銀行嘅力量去賺更多嘅利潤，從中搣一啲俾銀行，自己又可以唔使攞錢出嚟代埋嗰啲，咁樣就做到呢個雙贏嘅效果啦。